今日我要彙報嘅內容就係《論語》第10章。孔子謂季氏8日無於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三家者以雍切。子曰：相為辟公，天子無目，奚取於三家之堂？這兩段話記錄了孔子對當時魯國權貴季氏等三家大夫的嚴厲批評。第一段是說季氏在家中庭園使用了只有周天子才能享有的8日無道。孔子對此極為憤怒，說：這種事如果能容忍，那還有什麼事不能容忍？第二段是說三家大夫在祭祀結束時，竟然演唱專屬於天子祭祀的《雍》這首詩。孔子在引述詩中四方諸侯來助祭，天子肅穆主祭禮的句子，反問這詩句的內容哪一點符合你們三家的祠堂呢？在孔子看來，禮代表秩序，每個人都有自己該守的範圍。大夫用了天子的禮，不只是罷排場，更是破壞了整個社會的規則與尊重。兩段話都在說同一個道理，不守本分，亂了規矩，是絕不能接受的。雖然封建時代的等級制度已經消失了，但孔子所強調的名實相符、恪守本分的精神，在今天依然極具價值。無論是在家庭、學校，還是未來的職場中，我們每個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作為學生，尊重校規、尊重學業是本分。這兩段《論語》教會了我敬畏規則。這規則無論是禮制、法律還是校規，起初可能讓人感到約束，但孔子讓我看到規則背後的心意是維護整體的秩序與公平。面對不合理的現象，孔子沒有選擇沉默，而是指他的錯誤。這啟發了我，在面對明顯的不公平或錯誤時，我們也應當有基於理性與原則的發聲勇氣。我的彙報到此結束。